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芷。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一台游览车驶去弄暗坑，一个人死亡，14个人重伤。这个司机上班的时间哪像有超过，相当可能会罚9万块。蔡总统落任进前，敢会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国安局长表示，南海局势较复杂，未建议总统即阵上岛。婚礼有农民反映讲，蒜头田的叶仔烂去，会勘发现被困透过水来探病，损失的面积3公顷，了超过100万块。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高雄有一台载27个人游览车，昨暝经过金埔区水港路的时，去弄着暗坑，规粒车头拢卸掉。坐伫上头前的一个乘客是当场死亡，14个人重伤送病院。根据了解，这个游览车的司机为透早5点外就出车，到发生车祸时是已经超过15点钟，上班的时间哪像有超过？公路局表示，若确定有超过时间，相当会罚9万块。游览车车头顶悬被写一个起来，车挡的玻璃破去，也甲规涂骹。边仔办车道的涵洞顶头有写着涵管2公尺。游览车驾驶敢若是对路恐怖小姐的驶入去造成车祸，随地司机为顶头站80岁四周的查甫人当场死亡。伊的查某囝拄甲老爸通电话无偌久，就接到消息。就卡在那里了，那个涵洞就不能过去了。6月份要给他做80岁的大寿而已。他说我们在高雄到了大概1个小时就到了，那个口气听起来是很像是有点不高兴，因为不该是绕这么久。迄通报平安的电话，正做爸仔囝之间相别的对话。这台游览车旅行团大部分拢是台塑的退休员工加高雄的市民，最近参加阿里山一港大会旅行，车顶包括驾驶加领队，总共27人。20暗8点外就即被告诉我，山弄着涵洞，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送病院。高雄市长陈其迈也来关心。司机本身所服务的这个公司是在高雄，那应该要对于当地的这个路况应该要熟悉才是，因为他们有些已经准备要下车了哈，所以理论上不应该犯这个错误才是。驾驶甲警方讲，未驶入去涵洞进前的涵管标志比车较悬，无想到讲入去了后才发现涵洞伤低，造成车祸。而事后被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因若出代志游览车，2021年11月才出厂，后一遍检查日期是今年11月。详细车祸的原因，怎么也搁伫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另外一桩车祸，嘛是伫高雄，有民众骑奥多摆无细致骑去死路，弄着红门头的护栏不幸过往。这个路段的土地是交通部航港局的，不过航港局讲自7年前都交予市府来管理啊。到底这条路的维护甲护栏是倒一个单位爱负责？今仔日现场会勘也是无结果。监视器画面看到，暗时一位民众骑奥多摆，向弄到车路顶的护栏，尾仔人因为受伤将严重，煞不幸死亡。这是发生伫高雄坚定新生路，民众骑奥多摆无细致骑去封闭车路，才发生事故。地点是航港局的上港区，不过航港局表示，已经把北平道路交予高雄市政府工务局管理，肇事原因也搁在调查。经了解，25岁机车骑士因不明原因自撞水泥至纽德西护栏。23日，市府相关单位也来到现场会勘。高公局表示，这个路段过去是航港局委托高公局施工，尾仔高公局自1806年移交予高雄市政府来管理。不过工务局表示，因干那管理车路的通行，这个路段封闭未当通行，不是因管的，各单位是杀来杀去。开放以及未开放的，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移交清册里面移给市政府养工处。移交完成程序完成之后，我就是交由公安机关去管养，就大概就是我行动单位就到这边的权责到这边为止这样子。这个路段为2020年到搭，至少发生6件车祸，顶个月才发生1件。外界质疑，这个路段并无照明的设施，原本有倒滑的标志，即卖也已经无啊。到底是倒一个单位拆落来，目前各单位拢无要表示。那一根现在没有看到，那一根到底是谁爬的？那个我们可能容许我们后续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先针对这个如果有造成危险，如何把危险性降低为首要目标跟任务啊。
交通大队表示，会赶紧伫遮设安全指引的标志，也若这个路段的宽值是啥人负责，会勘并无结果，要等待后续相关单位讨论。记者中医会议区招用高雄报道。根据气象署的预报，未来一季雨水量拢会较少。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即卖水情灯号已经转做提醒的青灯。不过台积电才拄宣布要伫家己设厂，外界就烦恼讲，这森林甲家己会有抢水的问题。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全台湾的水源拢会做伙调度，而且台积电嘛会家己起再生水厂。石门水库的欠水率已经突破4成，而一早起10点的水位是225.13公尺，欠水率是34.77%。加上气象署预报，未来一季雨量正常到偏少。最近桃园、新竹、苗栗、甲台中水情面临挑战，灯号已经调整做代表提醒的青灯。早起经济部长王美花伫立法院表示，调整水情的灯号是希望大家做伙准则用水。前一阵子因为春耕所以农业的灌溉出水有2.6亿吨所以让这个目前的水库这个水位比较下降的比较多但是春耕大概已经结束了水利署都会很日来监看，那都会谨慎来调度。台积电决定会伫嘉义科学园区设厂，按照2028年营运，到时每一天会需要33000吨的用水，可能造成森林嘉义抢水的疑虑。王美花讲，伫西部农道有真珠串计划，南北互相调度水资源，而且台积电有再生水厂来应用，嘉义嘛有增加再生水。不过有立委质疑讲，就算使用再生水厂，安尼敢真正有够用？再生水厂对够吗？再生水厂现在设大概也要4-5年的时间，那所以这个设了以后呢，基本上就可以他们由这个再生水来供主要的水。那事实上嘉义的水，我们本来西部走廊的这个水就是让它串起来，可以互相的调度。王美花表示，长期来讲，台积电用水主要是由再生水来供应，虽然短期会有调度的问题。不过嘛是优先使用家己县的水源，云林县乌山水库若有量上的时阵，才会调度来供应。记者综合报道。有国民党的立委主张讲，总统应该爱定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而且必须的是，逢问话就爱随应话。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宪法的条文用词无共款，而且美国、法国嘛无问话随应话方式，可能会有违反宪法的疑虑。总统去立法院国情报告，敢要顺达用什么款的模式引发朝野的争论。立法院司法委员会日邀请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专题报告甲质询，对部分国民党立委主张总统应该定期去国会报告，而且采随问随回答。周万来伫书面报告当中，以宪法条文用意无同，点出可能的疑虑。美国及法国的国情咨文之实施经验尚未见及时询答方式，未来我国国情报告是否采行不同的询答模式，仍有待委员共识决定。司法院指出，就宪法征收条文第4条第3项，总统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甲询答的方式的规定，也无相关的解说或者是裁判。不过，民进党立委张嘉宾批评讲，2000年修宪，主动时国民党是多数，关在后壁迄段并检讨国事，提供建言，都是迄当阵方提掉的。条文的检讨国事提供建言不一样了。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单一党过身份章，那国民党是不是也同意删除后段？会经过这样的调整，是国民党当时也同意的。结论解答的情况下，他对于官员有一些羞辱，总统在议会上面被人家羞辱，这是我们要考量的。很多时候，同问同答会变成总统的一个秀场，因为你没有办法问倒他。当时的柯建铭说马英九到立法院进行国籍报告必须采取即问即答，否则根本没有意义。朝野立委讲方唔来遮的，上礼拜5立法院议会总质询，发现立法院长韩国瑜宣读唱名3届了后，宣布无到位委员跳过，引发绿营控诉没收质询权。曾水雄讲，周万来无随纠正韩国瑜的错误，不过罗志强反倒转来问周万来讲，韩国瑜敢是唔对去？周万来讲无。记者综合报道。太平岛的渡口征收启用，外界拢咧关心讲，这蔡总统伫落任进前，敢会将太平岛宣示主权？国安局长蔡明干是看反对，因为南海局势较复杂，未建议总统即阵上岛。另外，金门有2个钓客失踪，去互中国找到，说因为其中一个是国军，到大约无法度转来。
蔡明安表示，这个代志两方是有一直咧吵。美专两个球员去年摕到中职总冠军，2规定伫总统府，总统蔡英文甲准总统赖清德拢亲身接见奖励。毋过外界更较关心南沙太平岛码头整建完工，蔡总统敢会上岛视察，也当宣示咱国有国土的决心。毋过国安局长蔡明安是反对的意见。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比较复杂，那总统的登岛的动作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成是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那这样的一个解释会不会对于台湾的外交利益产生一些影响？那没有办法来降低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话，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那考虑到上岛这个动作恐惊影响咱外交关系，蔡明安嘛说明，南海地区军事化程度高，嘛爱评估总统专机飞行甲维安的问题。颠倒是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已经排定立委5月16要考察，毋过这个委员会2日由调委马文君来主持，召开40分钟的秘密会议，也引起立营的质疑。黄曙光也涉嫌泄密，他也是有被告，那他应该要先辞他的潜舰召集人的职务吗？马文君更认各组尖水南泄漏秘密案，互人质疑进入秘密会议是无适当，毋过伊是强烈回应。蔡明安是讲配合调委的职权回答立委关心的问题。另外，金门有2个钓鱼的人失去联络，互中国吹到，传出一个钓鱼的人有国军的身份，地属无法度返来台湾。国安局是证实，人也搁伫对岸，海巡署持续伫沟通，逐工拢有进度伫回报。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地检署咧侦办诈骗集团的时，去查到花莲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涉嫌用买卖虚拟货币方式替诈骗集团洗钱。检方去敲代表会甲李正伟的徛家，复讯了后是100万交保。为着要调查花莲市代会主席李正伟所开设的虚拟货币公司，敢是涉嫌为诈骗集团洗钱，检警19分几下路，搜索包括徛家甲市代会，也个外观市17个地点，10号手机、电脑、视频资料等证物，传回12个人征信。疑代表李姓男子利用其名下公司之账户收受不祥诈欺集团诈骗被害人汇入之款项。另一方面，由陈姓男子及张姓男子以虚拟货币交易之方式，刻意规避金流之追查，而李姓男子及其助理魏姓男子则于111年7月底至8月间，自该账户提领1921余万元。这个案件主要是刑事局去年侦办一个诈欺案，发现诈骗集团将非法所得透过虚拟货币洗钱，其中有大量不明款项。专业李正伟伫新北成立的公司了后，各方提领，因为时间点甲金额同款，怀疑涉嫌协助诈骗集团洗钱、赚手续费。经检察官复讯后，认为李姓男子等12人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重大，而谕令李姓男子交保新台币100万元。至于个人币商及上游的币商张姓男子则交保新台币100万元，其余个人币商及相关的犯嫌则分别谕令交保新台币5万元至10万元不等或限制住居。新李主席交保了后，是透过信息回应，感谢各界关心，不过因为侦查无公开，现阶段无方便说明，不过强调会争取清白。记者综合报道。升级大厂恒辉集团下骹的恒国新桥逼出内线交易，赚超过240万。台北地检署去敲恒国公司甲董事长因兜拢总10个所在，约谈8个人。落尾是董事长李志文150万交保。有提前泄露重讯消息吗？恒国新桥发言人李婉平和检调约谈，面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升级大厂恒辉集团子公司恒国新桥，犯做敢若是内线交易，本来就是因研发的药厂癌新药会当摕到药证。检调接到报案，恒国的董事长李志文加做发言人的查某囝李婉平，也个副董事长李耀达，伫咧离岛的消息公布进前，提早入场买股票，不过买药证无通过，又搁伫咧利空消息进前未过骗损，两边内线的交易不法获利240万。台北地检署20指挥台北市调处，到恒国公司加董事长的厝内，总共10个所在执行搜查，并且约谈包括董事长李志文加发言人李婉平等8个人到案。
兴国生药是兴辉集团的子公司，2008年伫咧宜兰成立，资本也15亿，主要是开发新药加管理的业务。药草癌新药是研发的主力。检方伫咧信后命李志文竞赛朋友陈仲庆以200万交保，前董事长罗伯雄30万交保，董事长李志文150万交保。专案是依照反证券交易法加类线交易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融合教育的理念，就是让特殊教育的学生有甲普通学生做伙上课的权利。不过，前几日台北有一个高中的特教生上课甲老师拍，这老师后来讲唔知班里有特教生。教育部今仔日表示，会定清楚的规范，让学校未来执行融合教育时有依据。另外，会甲算点钟的特教助理员加薪水，为今年开始，卖加开1600个领月级的课。小学到高中需要特殊教育的学生逐年增加。教育部统计，112学年高中有23728人，高中国小有80238人，而且有92%拢伫普通班进行融合教育。立委洪明凯伫立法院教文会质询表示，台北市即将发生特教学生剝老师，受害的老师讲唔知影家己的班有特教学生，学校内部的沟通明显出问题。到目前为止，在这样的一个部分上有什么改进？这个我们会用这个个案或相关我们收集到的整体个案，做成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公文函释，做一个指导性的公文。好，谢谢。3天内。3天内。教育部表示，会定明确的融合教育规范，予学校照办。那协助特教老师的特教学生助理人员，今年8月开始分做4年，针对6大重度障碍，单年用400个月薪制助理人员，起薪31725，上悬37800块。若是算点钟的助理人员，服务达到800点钟，10点钟加5%薪水，上悬会当增加20%。每一年会有400位的部分，我们会用分区的部分，根据各县市政府重度以上的学生的一个人数比例，那么来做一些合配。我们来看一般104上，你去找手摇饮料店、早餐店，这个薪水都高于特教助理员。责任这么重大的情况下，却只有给出这样的薪水。月薪制助理人员伫休寒休热时拢有薪水，嘛有年尾奖金，毋过需要伫学校上班满8点钟。立规即期工课遐济，有偌济人会想要来做？若师资培训无规定爱上特教课程，一般的老师阁一概爱怎教特教学生？要求教育部针对现任老师培训提出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混害防治法新法施行要一冬啊！有民团检讨各件事的新法施行7大重点，认为其中有4项是无做甲到，而且根据2021年的调查，有要到8万的青少年咧食电子烟，目前这数字恐惊是阁较济啊！政府应该严格来执法，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年轻人要健康，年轻人要健康，才有健康台湾。才有健康台湾。大声话口号爱政府大康硬，因为烟害防治法新法日实施满周年，台湾具分联盟检视各件事，去年公布的烟害防治新法7大重点实施的效果认为，伫全面禁止电子烟、烟盒仔警示图文面积增加50%的执行，3项拢有待加强。烟袂使使用公告禁用的添加物，扩大室内外公共禁烟场所，加重伊的罚则，这4项拢无合格。放了上面的一个广告，这完整的图、完整的销售在上面，在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社群，那很多是私密的社群。抽了电子烟或者是加热烟这类的烟品之后呢，他又会同时去抽纸烟，这叫做双重使用者。所以其实很多的成瘾性的物质都有这种多重滥用的情况。家长团体认为，各件数110年的青少年食烟行为调查推算超过7.9万的青少年长期使用电子烟，超过1.6万的青少年长期使用加热烟，反而即卖状况更加严重。孩子们会因为他不懂。酷炫学习，他想要仿效同学，而且网络资讯来得很快，他们其实怎么购买都还是有一些管道。变50%，所以也不是一个健康台湾的倾向。最后我们要呼吁一点，
烟商的动作为什么始终都比政府快呢？全台湾的粉的用气竟是多分面积占比为35%增加到50%，全球的排名嘛进步12名。不过台湾具粉联盟是呼吁政府严格执法，粉害防治才会当真正落实，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才会当得到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清明爱备忘，这烧金点火就要特别注意。最近台南火烧线事件有变多，客家公墓昨下晡杂草着火，拄长风正透，火是烧甲正猛。警方调查发现是一个查甫人讲要备忘放火烧草，落尾依照公共危险罪嫌，甲伊移送法办。消防人员救水线，竟甲墓仔堡边仔火拍花，毋过这边拍花，另外一边煞烧起来。你别跳人个背包，就爱烧物件。这时阵，警方嘛伫附近探查，发现这个姓郭的查甫人讲来家己厝内墓仔堡备忘，毋过放火烧野草已经明显违法。姓郭的查甫人嘛，互警方抓起来，依照公共危险罪嫌上班。研判该起火警案为人为纵火可能性极高。警方调查后锁定犯嫌，身份为郭姓男子。清明日要到，台南市各地出现火烧堡的状况明显变多。经过消防局统计，为元宵到今收到137件火灾通报，伫墓仔堡放火烧草就有105件，占77%。以最近一礼拜来看，就有52件。其实公部门有针对墓仔堡定期派人修剪野草，毋过有一寡民众会家己抠，或者是请代工业者整理，所以黑白烧草的状况就真歹管控。木种上面这一些杂草，把它怎么去把它做一个清洁整理，然后有没有带走？说真的是他们失经济的行为。我们本身的情之下，也只能够尽可能去来做一个适时的宣导。真侪人明明知影黑白烧野草毋但违反空违法，更有公共危险罪嫌，所以因为方便放火烧墓仔堡，市府嘛呼吁民众清明备忘，毋通用火烧草，较免犯法个危险。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蔡政府是真拼死要推缩绿能，不过光电帮要采伫产地甲海坪是定定引起抗议。为着要避免生态受破坏，环境部打算要修改环评的标准，要缩安管制。若准开发的规模较大，就一定爱行环评审查。太阳光电棒大量来出现，有的伫农地，有的伫渔温啊，搁有起伫沙坡地顶头，引发各地反弹的声音。批评推动绿能煞破坏生态。会在立法院维权委员会邀请相关部会专题报告。国民党立委陈金辉一期，有的所在臭树啊设光电棒，搁有的海岸变成光电海，安尼够合理的？砍树林，然后来放所谓永续的光电板，这样合理吗？我个人来讲也不太认同，比现有的办法事实上它也不用送到环评。目前针对太阳光电应该实施环评开发的区域，并有甲重要湿地纳入，其他区域是无需要环评。对此，环境部承认需要检讨。会加严管制太阳光电设置，只要牵涉到环境敏感区域，包括山坡地、特定农业区、自然保护区等等区域，拢应该实施环评。假有这个灰色地带我觉得环境部有责任去思考如何去弥补。但毛立委讲要来替地方清平，指出苗栗县重视特别灭绝的节后保护，但嘛袂当无顾到农民的权益。我们同意跟石虎来共同的共同生存啊，那但是我们也不要无限上纲，不能因为说看到石虎有一天经过这边，然后我们就把这整个地方框起来，这个对我们苗栗县的发展影响是非常重大。环境部表示，针对民众佮有环评委员关心太阳光电离沙坡地或者是达到一定的面积、一定的装置容量，应该进行环评。为了要预防甲降低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要伫7月来办理修法的草案预告，希望会当伫年底来完成修正发布。记者林文国家报台北报道。所谓科技发展甲正紧，毋但是 AI、5G 通讯嘛是重要议题。咱台湾组织会和日本第5代行动通信联盟合作，办国际论坛，做伙讨论5G的发展政策甲创新的应用。
使用游戏筹备伫台北人港的会场操控，就当记时是高雄展览馆的智慧城起点。这是台湾的5G 全网串联应用。所谓科技发展带动 AI 自动驾驶等新趋势，其中5G 毫米波更加是电波领域的重要议题。未来毫米波怎么样天地合补？那非地面网络还有直连卫星 ，will accelerate the global participation and will be able to. 朱策会甲日本第5代行动通信联盟办理国际论坛，探讨5G 毫米波发展、5G 全网的商用模式、甲5G 创新应用等议题，佮邀请国际业者参与，寻求更较侪交流合作机会。Millimeter wave is deployed already in Japan. The data traffic is mainly transferred by the sub-6, not the millimeter wave. Taiwan industries are high performance and reasonable cost equipment. So in order to spread the millimeter wave, we need more nice equipment devices. 制造、农业、医疗各式各样的场域里面，可能都有物联网，可能都有AI 这样子的情况下，导入5G 协助各个场域来进行各式各样的应用，然后强化它的数位韧性，是我们非常重视的一个议题。数位部为去年6月开始受理企业申请5G 网使用，原定2023年底目标是50家，不过申请件数超过70家以上。以发展智慧制造、智慧工厂较侪。另外，目前5G 毫米波多数注重伫工商全面使用，一般消费者想要更较快使用，就爱搁等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爱尔兰的总理瓦拉德卡20向宣布讲，因为伊个人的因素要辞掉总理，阁有党主席的位。瓦拉德卡是爱尔兰有史以来上少年总理。嘛是头一个公开姓上的总理，瓦拉德卡并无详细解说伊辞职的原因，干来讲即马辞职是上好的时机。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宣布辞职，伊表示领导国家是伊一生中上充实的时间，辞职决定无特别的原因，目前嘛无其他规划，也是拍算。若做接任的人准备好就任，伊家己就会辞掉总理的职务。My reasons for stepping down are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nd after 7 years in office, I don't feel I'm the best person for that job anymore. However, politicians are human beings and we have our limitations. We give it everything until we can't anymore, and then we have to move on. 瓦拉德卡表示，这段期间伊带爱尔兰为事业倾向充分就业，为预算赤字做甲预算有剩，为开销正暗变甲正富裕。不过伊嘛承认无逐项拢做甲正好。There are areas in which we have been much less successful, and some in which we have sadly gone backwards. 这个月前，瓦拉德卡宣布家庭组成甲妈妈的家庭积极登记这2项修宪公投，拢互公民否决。这对政府来讲是一个重大失败。I was very surprised because, he'd been over in America. He'd spoken with Joe Biden last week. But they didn't think he was good enough to be leader. 2017年，当时38岁的瓦拉德卡是爱尔兰历史上上少年，也是头一个公开是当职的总理。2022年12月，伊第2届接任总理。今年1月，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双边会谈。接受媒体采访时阵表示，爱尔兰承认一中政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记者观察，这个讲法应该是伊的失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越南的国家主席吴文赏因为涉嫌贪污，请辞核准。过去当元以来，越南2任国家主席拢逼出贪污的歹代，引起商界对经济成长有疑虑，所以这股市是随波3拍。越南政府20日表示，已经接受国家主席吴文赏的辞呈，这是政治动荡的一个现象，也可能让外国的投资人对越南的投资环境无信心。官方的声明讲，吴文赏违反党章党规，引起恶质的舆论，和党、国家加个人的声誉受影响，也过无讲详细内容。You try to root out corruptions, but more and more, corrupt officials at even higher level of their position are being investigated and being implicated. 吴文赏的前任吴春福去年自称退休，为新冠疫情期间一连串的贪污案件负政治责任。越南的经济正靠外国的投资。
高山的领导人一直接换人做调整，可能影响外资甲商界。基本上是一进前就已经传出风声，乌这边市证交所10月8日开盘几点钟就盘要到3%。证券商豆腐未来资产讲，这礼拜前2天，越南外资卖超超过8000万美金。Because economic growth is the ut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performance-based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and if they cannot perform the economic growth really well, it will lose the popular support. 53岁武本相去年3月初2出任国家主席，这位是名义上的领袖，在国家重要场合以利益性质出现。伊的地位是第4号政治人物，一般认为伊会当有今仔日的地位，是华强总书记黄富中给提拔。不过最近越南的公安部逮捕几多位被指控贪腐的高官，被认为是跟黄富中亲自部署指挥的反贪腐运动有关系。武本相伫咧讲义上，两个以前的部下前后任省长高考甲郑文明，拢因为收钱被抓。这款代志拢发生伫咧2011年到2014年，武本相做公益省委书记的期间。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台中的麻园头溪这2天发现有上千只鱼仔冰岛。环保局去现场看，发现是水利局抽水的莫达歹去，滴数这垃圾水流出来，害鱼仔死去。环保局即马是要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甲水利局的包商罚1万到600万。位岸边看落去，溪水内底有真侪冰岛死去的鱼仔。这是伫咧台中市北屯区水南生态公园附近的麻园头溪，连续2天，互人发现到有真侪死去的鱼仔浮伫水面。当地居民批评讲，拢无人出来处理，放任鱼仔的尸体发出臭味。每天都一定要巡视嘛，明天一定要有人员在巡的嘛。怎么会放得这样子呢？还说没有人讲话。我们常常来，就是其实也是边吃早餐边看鱼，然后就是觉得怎么这么奇怪，这样是蛮吊诡的啦。台中市环保局20就捌接到通报，派人去到现场，结果发现是水利局的生活污水抽水莫达故障，无法度抽水排入去污水下水道系统，所以才会一到麻园头溪，河水一变浊。采检了后是无重金属的反应，研判是这垃圾水害鱼仔欠酸素死亡。初步评估污染的范围，对中直六路到梅川东路大约600公尺的溪流，拢总有1500只鱼仔死亡。另外，这个涉及水务法28条，会处1万元以上600万以下罚款。另外现场也有采到那个它排放的废水，后续也会依规来送实验之一看检测结果。另外责令厂商尽速把死鱼清除。市府表示，已经请包商去维修设备，目前无搁排垃圾水落去溪流内底。环保局嘛要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第28条，甲水利局的包商罚1万至600万，也请水利局爱伫咧2日就甲这个鱼仔尸体弄清走。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太麻里的乡南国小今年9月要转型，改做公办民营的实验小学。不过当地有一寡家长是真反对，认为时间伤赶。而且嘛，惊这实验教育未来是较歹接各种的课程。透早就有30外家长去县府抗议。若承办的公益平台是已经发声明啊，宣布这转型计划会先暂停。30外乡南国小的家长提抗议的布条去台东县政府头前抗议，因为县府甲公益平台、军医教育基金会，还有当地热人学校要推动原住民地区的乡南国小转型做公办民营的实验国小。照公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委托私人办理实验教育条例，只要得到1/2，学区内底原住民成人的同意，就会当进行实验教育的规划，造成族群的对立。而且伫公听会对课程的规划嘛无法度说服家长，家长要求爱结束学生作业转型的计划，交定证书给县府。那未来的师资竟然是公办民营，跟军医的体系截然不同。那现有的老师他要怎么去执行你军医的课程架构？目前到现在为止，其实并没有做任何的决定，我们还是一样的尊重家长的教育选择权。这个是。要接평南国小转型的公益平台，20已经发声明表示，因为造成村民甲家长意见无同，会无限期暂缓转型的计划。对于未来，我们现在目前就只有想要继续针对师资的培育工作好好的努力。那目前没有其他进一步的规划。
工业北大指出，向南国小转型才打进入头一个评估流程甲公听会，也未到实际经营计划阶段。不过家长也无共识，会阁等待，无预定的时间表。不过工业北大强调讲，少子化对偏乡教育的冲击会持续增加。未来只要有偏乡地区主动提出合作的意愿，要是会提供多元的教育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灵魂国小、桥底国小、甲旧寮国小这3间学校，因为学生伤少，可能要互废掉，夹入去北京。不过旧寮国小有附设幼稚园，煞都爱夹入去学生比因阁较少的新丰国小。所以今仔透早有100外村民是到县府抗议，反对废校。民众伫县政府门口抗议，反对屏东高树的旧寮国小废校。旧寮国小因为少子化冲击，面临灾病。2月底，当地民众就捌伫国小门口揪布条抗议。21透早，菜寮、旧寮甲苏马3个村100几个民众来到县府揪布条向教育处订正。我们在2月18号才收到他说要废校的一个通知，那不对啊！照理说你前面要有个2年、3年的缓冲期啊，为什么没有？好，这个部分我们就觉得非常疑虑啊，是不是有黑箱？村长表示，旧寮国小即马有35个学生，附近的新丰煞单有22个，地点都伫咧断层带顶悬，师资嘛不比旧寮，阁无幼稚园。新丰国小煞颠倒，会使保留，引起当地人的不满。如果真的废校的话，一个要去高树国小，一个要去新丰国小，这样子除了家长的麻烦之外，然后小朋友这样也不能在一起。野手的拢是校友，考虑当地囡仔上课方便甲在地性，中辈做伙反对废除有84档历史的旧寮国小，希望县府听到民众的心声。高树乡是一个大学区的体制，那学生他们其实到高树乡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可以，那只是行政上我们会做合并跟后续学校的管理跟接收。接过村民的订正书，教育处表示，旧寮国小已经连续5档，学生人数无到50人，才依法评估是毋是爱停办，会将订正的意见送去审议委员会，嘛会针对家长的诉求提出配套措施。记者陈环宇、柯正准屏东报道。有宜兰立委建议伫南洋博物馆附近起车头，带动观光。不过，这博物馆是已经伫头城甲外澳这2站之间啊，这中敢有着需要搁起一个车头，引起讨论。南洋博物馆外观以东北角烟花的单面山设计，内底还佫有袂少甲宜兰文史有关的展览，逐年拢吸引袂少游客。甲四周围的乌石渔港是县内重要的观光景点。立委陈俊武最近提出，要伫南洋博物馆附近设火车站，促进观光发展。能够争取在兰博跟我们这个乌石港站这个附近，能够再来增设一个车站，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增加一个车站的方式。来带动那附近的一个周边这个旅游的观光发展哦。头城车站到乌石港沿路2边车拢停满，人行道嘛无完善。陈俊武认为，较早北宜伫铁岸都捌规划南洋博物馆站，当地人较侪，毋过要为头城站也是外澳站过去，行路无方便。省道阁拢招沙石车，坐接驳车车班嘛真少。设南浦的火车站有伊的需求。可能会有一个火车站会比较好。当然是方便了。怎么说？因为嘛，有些要到观光地区的话，直接在那边下车。那为什么觉得那边设车站不好？太近了。哦，你说对，离头城太近了。对。南洋博物馆伫头城站甲外澳站中央2站，敢若3.6公里。部分民众认为2站离真远，搁设南浦站恐惊效益无大。相关设站的部分，可能会延伸出一些包括用地取得。包括场站的配置等等，那这个部分我想可以透过可行性评估来做一个充分的了解。宜兰县政府认为，明早会当设南洋博物馆站，会当为游客增加真侪便利性。县政府嘛真赞同，不过这个案佫会加用地处理、加场站配置这个问题，这部分要先透过可行性评估做详细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婚礼的蒜头都要大出啊！不过，即阵有农民反映讲，蒜头田的叶啊黄去、烂去，无法度结球。工作会勘发现有病菌透过水来探病，目前损失的面积大约3公顷，了超过100万块。婚林土库的蒜头，佮剩无半个月就会当采收。不过，所有农民发现，规大片的田拢已经起黄，而且叶啊嘛已经黄去、烂去，就赶紧通报镇公所。经过农政单位的会勘，确定是病菌所造成的。
亲像远这安尼一直打的安尼啦，一直打了，阮就为向较严重，甲考起来看，考起来看，甲鼻胃拢内底拢烂去啊。紫斑病跟软腐病都非常严重。那如果说软腐病呢，又配合更多次的病态严重，又配合更多次的淹水的话，当然整区变黄化，没有办法收成，然后蒜球乱掉是很有可能。农改场表示，最近的天气变化大，加上这个病菌会透过水来探病，农民若是无对症下药，恐惊会造成更较大的灾损。对此，云林县府农业处是呼吁，若是农民有看到倒位有出现病害，就要赶紧通报。农民这边如果说还有这种情形，赶快通报工作，我们来会诊，看是不是一个通案的，是否是天气的一个变化导致这个病害的部分。目前请农改场去做一个了解。土库镇公所表示，经过统计，目前蒜头损失的面积大约是3公顷，了超过8万块。若县府农业处是讲，会阁继续观察各乡镇的状况，避免影响到产量，致使蒜头的价值有起落。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台积电高雄厂要摒伫今年营运，市府就拍算要甲做赢三角公园边仔的粪块。不过，后树团体是发现讲，这粪块范围沿路有400多丛老树，恐惊会造成伤害，呼吁市府唔通施工。赛车沿着高雄做野区三角公园边仔中正路行，2排树木甲日头掠咧，非常的水。不过靠近三角公园这边要规划拓宽做马路，会甲马路为原本16米拓宽到30到40米，嘛后树团体真烦恼，因为工程涵盖的范围有400多丛树，甚至有4丛是挂牌保护的特定纪念树木。120年，它全部的交通评估都还是 A， 是完全没有车流的状况。所以我们发现说，它其实只要维持原本的16米的道路，不需要拓宽成30米，它大概还可以保有 B 到 C 一个很良好的一个服务水准。那这样的话，只要它没有拓宽，树木就全部不会被移植破坏。后续团体指出，这个新台17线开辟工程案是为了因应台积电设厂了后可能造成的车流。不过，邻近的翠华路已经有拓宽工程咧进行，市府嘛评估会当有效来排解着车流。袂当了解为什么搁要拓宽这位，互树木白白牺牲？因为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耍老树不是死亡就是重伤。我觉得这个社会是一个大家群体的。而非跟只有人类，我觉得树木也是一样，它对人类有一些调节的作用。因为滨海联外道路主要它是在那个分流翠华路跟左南路的车潮啦，那避开那个楠梓产业园区的拥塞路段，那所以这条路开辟是有它的必要性。市府回应道路拓宽有伊的必要性，专案伫规划时阵，就因应要维护树仔来调整着施工的位置，后续嘛找专家学者来讨论，要啊伫过程当中保护这的树木。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台北幽冥山有一栋市定古迹草山御宾馆，伫日本时代捌接待过自仁皇太子，为旧年开始整修，要摒伫2026年完工，开放予民众参观。这栋踮伫台北市幽冥山村骨架的建筑，是起伫1923年的市定古迹草山御宾馆。特色是日本西洋风格混合的建筑。日本时代捌接待过自仁皇太子，但是因为时间久远，透风落雨，建筑已经损害。市府甲中央为2023年开始修复工程，经过一冬，即马完成结构修复。听说进度到15%了。照这个进度来看的话，我相信我们每隔半年、1年来，到了115年以前，应该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这个整个的变化。快木的古迹，你只要一天不注意它，它就随着周遭的环境在慢慢的被侵蚀。这是我们文资工作要跟时间抢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草山御宾馆是由中央甲台北市府共同修复，各花费出1.6亿，委托台北市府代办工程，希望摒2026年完工开放。不过建筑损害较真严重，市府希望中央会当增加预算。各花费表示会参文化部讨论看卖，会再来跟文化部再来谈啊。如果有不足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尽量来处理，结合我们旁边的一个中山楼，还有周边的一个阳明山的一个景观，让我们未来成为阳明山很重要的一个文化一个景观廊带。市府甲国发会所落来会讨论修复完成了后，草山御宾馆的营运方式。初步估计希望通串联周边的景点，打造温泉小镇、吸引观光。
草山古宾馆为开始研究到开始修复工程拢有录影，即马市府也推出第一部分的纪录片，唔但影像保存珍贵的过程，也通互未来其他古迹修复做参考。记者郭明正准由台北报道。中华南瑶宫本港进香3月24要起驾，隆重8天7暝。大概回程的时，拢会绕过落水溪西境。庙方嘛伫出发进前办祭天台，祈求活动平安圆满。甲新年南瑶宫本港进香要伫3月24起驾，展开8天7暝的进香活动。庙方举办祭天台仪式，祈求进香平安圆满。今仔日就是来举办这个祭天台，因为咱伫这个礼拜日就是新历的这个仪式，这一天早时8点就要来起驾。那这个路程呢，就是讲照鼓励咱全程徒步大家拢用行的中华市公所表示，南瑶宫本港进香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台湾有记录以来头一个进香团。即阵已经成立10个马会，逐年轮流进香。今年是3马年，遵照惯例会绕溪祈福。古早话有讲咧，大马爱食鸡，二马出来爱玩鸡，三马照顾咧就是一定了溪，就是经过咱落水溪咧，无行桥顶，就是行迄溪坡沿路过来，转来咱中华。所以讲这三马6马的了溪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今年的本港进香3月24起驾，除了圣三马、新三马、老6马以外，让将近100年，开基马嘛会同齐出发进香，来回路程大约300公里，会伫2到7天为启动辽过落水溪转来中华。3月31回銮。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台湾律师唐德宗是228事件受难者，伊一世人拢为台湾人争取公平正义。落要说伊叛乱罪，互枪决。即阵有一个纪录片找找唐德宗，希望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爱继续落去。我认为伊一世人一直拢咧找家己的身世，很想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1947年，伫咧发出一句台湾人万载了后，做过警察、律师的唐德宗，就互军法以叛乱的罪名枪决。为着要互更较侪人了解唐德宗的过去，导演吴明正和连正辉做伙完成找找唐德宗这部纪录片。拜三文化部和国家人权博物馆共同举办着映会，邀请侪人来看电影。228啊，还是讲纪录片，拢是较严肃、较悲伤的故事。不过，这个纪录片，我想足侪人看过，拢感觉讲，伊哪会有笑声，啊嘛有7、8岁，是一个足感动的纪录片。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我们的历史的备忘录。咱知影过去发生什么代志啊，可能会使用这个态度甲方式，会使面对咱以后要看要安怎做咱的选择。这部纪录片唔但邀请唐德宗的养子唐崇武和后代来讲英国发生的代志，导演嘛去日本拜访唐德宗的亲情，做伙把历史的碎片拢斗起来，让大家看到无共面向的唐德宗。也那国家人权委员会是表示，台湾伫咧转型正义，也有真侪代志爱做，未来继续用无共形式来深化人权教育。人权会嘛有一个任务是爱做人权教育，嘛希望讲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下日来。做伙8、9年级审计以后比如讲拿安尼电影继续落去的时阵，我想就是台湾后续应该要做的。目前找出唐德宗这部纪录片，伫全台湾各大电影院拢看得到。纪录片团队希望观众会当做伙来认捌唐德宗的生命故事，嘛希望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和人权会当正早照往未来的光。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魏立成导演上新的电影咧讲囡仔癌症病房的故事，新竹县教育局就邀请偏乡的学生来看电影，希望因会当体会生命的重要性。听到要来看电影，每一个学生拢笑嗨嗨。主办单位搁真大心帮忙准备爆米香、饮料给大家。其中有的学生搁是第一摆看电影，欢喜的心情直接写在面顶。我第一次来这里看电影，然后也没去过其他电影院，然后就感觉很兴奋，能来看电影。每次都要去比较远的地方看，不然就直接在家里上网看。新竹县教育局邀请县内偏乡地区264位学生来电影院看魏德成导演上新的作品《Big》，
故事是咧讲来自6个无共社会背景的家庭，在儿童感情病房的故事。教育局指出，除了互偏乡地区的囡仔会当体验看电影以外，也对故事中了解生命的重要性。透过电影，除了诉说电影中间非常有爱的感受力的一部电影，那在魏德胜导演的这一个指导之下呢，其实看见整部电影当中，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社会更真实的一些经历。相信他们看完电影之后，对生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那也希望他们可以借由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可以更有同理心，然后去看待不一样的孩子们。这摆邀请新竹县新埔、关西、德东等等地区7间学校，拢总264名学生，学校老师把趁机会教大家看电影的礼数，来增加囡仔的生活经验。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天气玻璃在，做伙来关心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18度到24度，中部地区19度到27度，南部地区22度到29度，东部地区19度到24度。外岛地区13度到23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芊。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